妈有什么？不能提，妈妈当场就没有了。放学5点半，他妈带他骑电动车，交叉路口来，那个路灯探走，来一个那个非泥罐车，他扔完右拐，他高，他看不见。那孩子20郎许开车，就拿手机喷打电话玩，一下就把他娘俩撞的。压完娘俩都是清醒的。俺孙子说：“叔叔，你赶紧的救俺妈妈吧，你赶紧的，快点吧的。”他妈妈就说：“先救救孩子，先救救孩子。”他妈抢救到夜里12点，在俺那医院，我的头磕的呼叫淌血，也什么法都用了，没救过来。这个孩子自己知道妈妈不在吗？弄着他了，奶奶你能干嘛？给我那视频我看，我你妈，他碰头了，他跟植物人一样，他不能给你打电话，以后到这就是弄着的瞒着的，要给他说撑不了呀。